纸伫生活当中常常会使看到，但是如果是运用机卡制作成为各种的折纸作品，相信大家就较少接触到。奇美博物馆因为2016年的纸上奇迹特展得到真好的回响，所以即届也再次来举办《纸上奇迹2：无所不谈》的特展。即届所展示的作品所运用的折纸机卡更加丰富，呈现纸的静态到动态、平面到立体。即届的展览当中，邀请了国内外8位的艺术家，总共200件的作品，分做4大单元，同时也展现了艺术家的手稿甲影片，希望透过这个元素，让民众会使简单了解到作品的细节甲艺术家的想法。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奇美博物馆的新一档的特展，叫做《纸上奇迹 Part 2》。那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的折纸展，那一次呢造成非常大的轰动，也有很多的亲子家庭来，或是年轻的文青朋友们来，都觉得说收获很多。不知道说哦，原来纸可以呈现这么多的面向。那上次呢折纸是把纸折起来，然后没有粘贴件。这次呢我们是把纸翻开来让它弹出来，那中间也会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技巧的方式。那展区大概有8位艺术家，8组的艺术家，然后200多件的作品。那也会有一些 DIY 的课程，或是说有一些手作的课程，都欢迎大家来，特别是亲子观众或是对科学有兴趣的朋友都非常欢迎。这届展览当中，除了邀请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共同参与以外，台湾知名的洪新富老师也载来伊的作品。民众对老师上有印象的作品，应该就是每一年元宵节的12岁上的花灯。老师为了让民众会使了解到伊创作的过程，即届也特别将伊的工作室搬到展览当中，伊也会无定期伫现场创作甲示范教学。那其中一般群众比较容易接触到我的是我的纸雕灯笼。那纸雕灯这次呢，我带每一件灯笼12生肖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同的创意跟动感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包括一些立体书的研究，跟最重要的是这次我把工作室带过来了。那希望说让群众看到的展览不会只有一个结果，而是过程，让群众可以参与，用作者视角。那另外呢，在我们隔壁的展示空间里面呢，我们做的是从一张纸正方形开始，可以变出多少种变化。那我们取名为方圆之间。那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纸艺好像很难，其实不难。你只要拿起一张纸，经过简单的割与折，可以创作出很多很多可能。那这次展出除了我的作品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艺术家的作品，那呈现不同的方向跟各种可能的大家想象不到的角度呈现。那也很期待各位可以来这边深挖。虽然是折纸艺术，但是其中也包括科学、数学等相关的知识。除了各种的作品展示以外，奇美博物馆也规划了相关的课程甲工作坊，甚至为长辈推出学习的课程。奇美博物馆表示，希望透过特展的推出，让民众会使拍破惯性的思维，提供完全无同的观点，对展览当中找到趣味。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